柳营八翁村那边的大水沟可能到柳营桥南太岁宫这边，然后再到这边，然后注入那个集水溪啊，这条大水沟啊。这注入集水溪，真的是这一条吗？八翁村那边的那条大水沟，然后经过火烧店，然后到这个柳营太岁宫南边，然后真的是绕那这边来了。然后注入那个集水溪，在那个双云桥的东边一点点。